有乡亲开车伫高速公路，看到头前哪有一只虎神，但是这虎神哪会遐大只？搁较晚才一看，这是一台无人机啦。照理来讲，高速公路顶头是袂当无人机安尼飞过，所以这操作的人到底是技术无好飞来遮，还是风收头吹过来的？即马警察咧调查。 民众赛车伫咧国道，想象一个类似无人机的物件出现伫咧画面，伊豆豆向正边扫落来，落伫咧慢车道，弄到头前的车辆了后，搁跳一个，扫落来，规只无人机的残骸落伫咧路里，互后边的驾驶是看甲硬气。喂，干嘛？好哦，妈。有人喺等你换嘿。 驾驶为着要加闪，赶紧向倒边。这个地点伫咧国道1号台中后里上北的路段。当事人甲这段行车记录器的影片铺上网，伊讲当下有够喊过，搁掠准互对方无人机攻击。在高速行驶当中，有个东西掉下来，正常的反应就会吓到吧？掉下来还蛮影响那个行车的安全。伫咧国道的后里段，车是真多，敢若有类似无人机的物件出现。专家讲，国道确定是无人机的禁飞区。那真正是无人机，判断有可能是风上头才来做。 它一定是禁航、禁飞区啦，所以只要知道法规的，都会不应该飞过去。那它有没有可能因为抗风不足，然后飘过去是有可能，那也有可能它超过那个可控范围，或者电池电量不足。 这都是有可能。国道的警方讲，无接到民众报案，敢是无人机，因也搁咧查清。不过嘛，强调操作无人机爱遵守民航局的规定，若无经过申请大主大意来使用，地属无人机落去国道，影响赛车的安全，就会开单，罚30万到150万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